馬上要頒發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銅獎，亦都製作大家熱烈掌聲。我哋歡迎頒獎嘉賓移步嚟到台上，掌聲有請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郭美珩女士移步嚟到台上，再次有請郭主席。緊接落嚟嘅時間，我哋首先要頒發嘅獎項係建造業嘅銅獎。今年啦，有2間嘅得獎機構，首先有中國鐵建15局寶華聯營公司得獎項目粉嶺北新發展區第1階段粉嶺繞道東段崇謙堂至九龍坑合約編號 ND 201905，恭喜晒！繼續頒發建造業嘅銅獎，恭喜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得獎項目加路連山道商業項目。恭喜晒！緊接落嚟，我哋要頒發嘅獎項係環保產業銅獎，得獎嘅係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掌聲祝賀！接住落嚟要頒發嘅係製造業及工業服務銅獎，得獎嘅有李錦記有限公司，得獎項目李錦記新匯生產基地。而繼續我哋要頒發嘅獎項有公共及社區服務銅獎，恭喜晒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有請代表移步嚟到台上。好，我哋2位可以稍稍向左手邊一小步嘅，係非常好。我哋望向正前方位置，恭喜晒！緊接落嚟，我哋會繼續頒發獎項餐飲業銅獎。掌聲恭喜富林集團得獎項目趙家生。恭喜晒！繼續頒發學校幼兒學校銅獎，得獎嘅係新界婦孺福利會上水幼兒學校。恭喜晒！麻煩代表移步嚟到台上。接住落嚟，我哋繼續頒發學校小學銅獎，得獎嘅係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恭喜晒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而繼續頒發嘅獎項有服務及貿易業銅獎，恭喜香港寬頻有限公司。我哋2位可以望向正前方位置，繼續頒發商鋪及零售業銅獎，得獎嘅有 DFI 零售集團，掌聲恭喜！而緊接落嚟嘅時間，我哋要頒發中小企界別建造業、製造業及工業服務銅獎。得獎嘅有萬智商標印刷有限公司，有請代表移步嚟到台上。恭喜晒！繼續我哋要頒發中小企界別服務業銅獎，掌聲恭喜 Riscory Consultancy Limited。繼續我哋會頒發香港綠色創新大獎銅獎。香港綠色創新大獎銅獎得主係奧園科技有限公司，得獎項目 Eco Innovation through Holospheres Technology Driving Sustainable Solutions。Congratulations！
佢哋以全礦物成分製成嘅中空微球技術為核心，能夠有效反射紅外線同紫外線，既可以減少使用防曬品當中嘅化學劑，亦都可以避免加入微塑膠嘅。咁仲可以咧就係加入喺建築外牆嘅塗料，令到建築物表面咧係做到降溫節能。呢個時候咧，我哋再次以最熱烈嘅掌聲，多謝晒郭主席為我哋頒發獎項。請先移步就座。而繼續亦都邀請大家繼續留步，我哋一齊欣賞一下香港綠色創新大獎銅獎得獎機構嘅分享短片。我哋呢項中空微球技術源自中大嘅研究發明，核心係一種以全礦物成分製成，喺顯微鏡下可見內部中空，好似乒乓波咁嘅次微米結構，可以更加有效反射紅外線同埋紫外線，令佢可以作為新一代嘅環保添加劑。透過應用喺防曬產品，可以減少使用化學添加劑，以及避免加入微塑膠，從源頭解決生態污染嘅問題。同傳統成分比較，中空微球可以提供更強嘅紫外線保護，產品嘅質地更貼服，而且唔會喺皮膚留低白印。中空微球亦都可以應用喺建築業，將中空微球加入外牆塗料，有效反射紅外線同紫外線，令建築物表面降溫，從而減少冷氣嘅耗電和碳排放。喺紡織物方面，我哋依家開發緊將中空微球嵌入纖維，令到布料具有長效防曬嘅功能。香港綠色創新大獎一直備受業界嘅認同。本次得獎肯定咗我哋公司喺環保科技具備創新性同埋改善環境嘅成效，對我哋嘅團隊有極大嘅鼓舞，亦都令更多嘅市民同業界了解我哋呢一個香港製造嘅科技，一齊用喺呢一個科技同業界為環境、機構同社會帶嚟真正嘅利益。